感叹无情难预料，上家只笑山水遥。落花何泪滴多少，叹家己无做飘水飘。本体姑娘，外面老王求见。叫伊入来。小的亲戚替姑娘，你摕。是。老王诶，是毋是身上有啥物烦恼？毋是，我小样发现一个好消息，所以来骗过替姑娘你啦。也毋过，近来哦，手头有较闲事啦。我外头欠人一寡韭菜钱，所以你去钱管家遐，就甲伊讲是我讲的，叫伊摕50两银互你。多谢替姑娘，多谢替姑娘。即摆你用去将你发现的大秘密甲我讲咯。是。这边哪有可能？是毋是你看唔到啦？哪会看唔到啦？姑娘，你会记得袂？迄个女产啊，顶摆要来刺杀这个丞相啊，迄个一举一动，迄个面容哦，我看得真清楚咧。这个搞来电铁库。我听讲啊，无听讲啊！你是咧，无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你目睭安尼青紧紧，爱，无你听讲呢？无咱来借问一下吼，嘿，你安尼青紧紧，你是咧找啥啊？我问你，刘崇天呢？无伫咧啊。啊，水莲河咧？水莲河都伫咧行李山咧，你若走来遮咧找？有人看到水莲河已经来定天府，一定会来找刘崇天的。哈？伊到底伫倒位？毋止讲水莲河无来遮啦，就是连阮大嘛已经一暝一日无转来了，我嘛烦恼到要死。我知影，刘崇天一定是去解私会。这骹大骹臭桶吼，实在无车，讲到要有几啊毒病。世间有这落代志，迄无营养的话，安尼讲到规大撮，哪有这款代志发生？无啊，你是啥人？啊，你若早来要在阮大面床顶咧困，啊，头拄啊替寒冷入去找到安尼，都无看到你，你是对倒会问出来哈？拄则替寒冷来的时阵，我就是顶面。恁咧讲啥物？我听得真清楚。本来我也是要来找刘崇天，可是伊一暝一日无倒转啊。那你好，我等下讲叫我来。等。哦，看你这款的样相，功夫阁有那袂歹的款哦。你竟然有法度瞒过张大爷我的耳目。无啊，我问你咧，你到底是何方的妖魔鬼怪？你咧讲啥？无啦。你咧讲啥？毋是啦，我是讲你是何方的神仙呐？你毋免讲我是啥物人，非得我是要爱刘崇天的性命。嘿，你无你小等，拜托你将话讲互伊清楚，爱你才行。哦，恁是结拜兄弟是？是。听讲恁兄弟的感情真好吼。对。那安尼好，你赶紧去准备香烛甲纸钱。要创啊？
等你刘上天若死到我掌中了后，你就好好去祭拜者。大娘，你搁伫咧祭拜温姑娘是？我家己一个人流落在这个所在，我无在意是啥物人要做。玉凤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查囡，自从碰到楚公主你了，我是讲伊的命运我会转变，想袂到。我楚公云这世人对不起你。虽然你要换这个世界，也毋过，我的心内只有你这个人，我永远无法度将你放袂记。在心间。哈，不知伊是替人啊做嫁啊，以为伊是光魂的未婚妻。 心情不敢讲啊，竟然做了一个来步情路。到如今，甲伊所用是定冤命，只也无风尘来讨真情。 真相代表是有何用啊？为了大家话事，退婚是无可能。风主心举笔也为困，用笔求生是也苦。
什么？炸药？六号。另外这是当年关朝的时阵，官军留落来物件。这炸药，走过这个种，你家己较小心嘞，听讲嘞。大个啊！啊，你哪咧无张无题胖起2暝1工，害我后尾烦恼是，叫是你真是出代志去互刣死啊咧！大个，啊，我从来都毋捌听你讲有甲人结过冤仇，啊，哪咧无张无题蹦出一箍青仔粽的，搁要来找你报仇呢？你是伫讲啥呢？啊，伊就讲叫我毋免管伊是啥人，非伫你要填你的性命就对啊。 佮讲叫我吼，都爱准备香烛、佮银纸。听台你若是死了后吼，叫我就去甲你吊祭，这哭一了后较爽快。大，啊你到底吼是去倒位啦？敢讲真是有影亲像铁汉英伫咧讲的，讲你甲伊水莲河伫咧约会。水莲河过来顶天府。对啊，照你安尼讲起来意思，你毋就无甲伊斗阵呢？哼！铁汉英这骹大骹醋桶吼，安尼找你找甲两日目睭青紧紧，袂输敢若去弄破醋桶共款的，四界拢伫咧找你呢。离乡客栈，我看你无，我就知影讲，你一定是秘点这个梅家花白，可能我要去无毋对。你是想要安怎样式？你是一个重犯，也毋过你也是阮阿舅的代志。只要你将柳松天交出来，我就放你出城。我也无看到柳松天，伊根本就无伫咧遮。你若毋相信？ 你也要去问梅姑娘啊？是啊，铁姑娘，迄柳公主绝对无来请过呢。梅恒春，你也敢私藏重犯，你的胆量都也袂细怎样？阮连臂就要走，你哪会去连累梅姑娘？走。
水莲好，刘崇天呢？天啊娘，你唔通逼人太甚。你冒着性命危险，伫摆这个顶天府，敢讲毋是为着要找柳松天？这是我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。水莲好，你也上天教我，天我命，你不该找伊陪诉苦情。你用假兵伊情输定，电何早起？是用假，亲输定，伊今生一笑，我的寒英。人虽相比是又何用？若比真心，应的不拿命。水莲好。你即摆在讲啥物？我讲你这世人，都毋免想要得到伊的心。